为着要推动社会志愿服务，有民间企业的青少年基金会连续23档举办青年志工的表扬。在疫情期间，有员收到全台湾约2000件的志愿服务事迹。林可欣今年16岁，真介跳舞嘛兼做model。英国因为去互共人欺负，所以选择伫咧厝内自我学习。拄着困难，伊毋但无放弃，等到利用自媒体，甲其他有共款困扰的青少年，甲因斗相共。就是当我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，还有其实社会上很多人都有跟我相关的经历，或是当时正在经历跟我相同的事情，就让我想到，我既然自己有经营自媒体，我其实是有这个力量、跟声音、跟管道去发声。为了鼓励青少年参加志愿服务，有民间企业的青少年基金会，每一年拢会选出青年志工精英来进行表扬。迄那团体奖的部分，是由一名北一女的学生，因组的 Unplastify 青少年气塑联盟嘛引起关注。因提倡使用环保袋仔来取代塑胶袋仔，而且为校内推广到校园附近的店头。这项计划为2021年推动到今，嘛成功减少使用2万外的塑胶袋仔。校内学生订外送的风气真的比较兴盛，但是经过我们努力不懈的去推广，有蛮多同学在订外送的时候已经会主动会去跟旁边的人说，那我们就去使用有合作的店家，这样就可以用我们的黑色环保袋盛装，就不会再用到更多塑胶袋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个青少年志工精英活动已经举办23年，希望透过奖励，鼓励更较侪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的行动。发挥自我的力量，为社会带来正向的改变。记者李朴凯台北报道。